大家好啊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套《Code Geass 反逆のルルーシュ》Code Geass 反叛的魯魯修，係セシル・クルーミ、塞希爾·柯爾米咁凡係中文嘅翻譯呢啲片假名都係好難讀噶啦。咁佢講咩呢？人との正しい付き合い方教えて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か。人との正しい付き合い方教えて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か。咁透過呢句主要想分享個手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か。首先佢係由兩嚿嘢組成嘅，就係手差し上げます，再同呢個ましょうか組合啦。手差し上げます就係手あげます嘅謙讓語嚟嘅，係授受關係嘅一種啦。成個意思就係表示我為咗你嘅緣故，我對你提供一啲幫忙啊，對你作出一啲好意啊咁嘅意思啦。然後ましょうか就係就住對方嘅需要，向對方提供一個解決嘅方案。咁所以成個意思就係我好有禮貌咁樣為你提供一個解決嘅方案。所以個翻譯就會譯做不如不如等我嚟咁之類啦。咁你係乜都唔使做噶，係我嚟幫你啫，等我嚟幫你啦。咁我哋睇下例句先。皆様方、アレックス様にお会いになりたければ、取り付いて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か。皆様方、アレックス様にお会いになりたければ、取り付いて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か。即係話諸位貴賓，如果你哋想同亞力士大人會面嘅話，咁不如就由小弟為大家轉告啊。咁即係變咗你哋唔使做任何嘢噶，我出於好心，我去為大家做一樣嘢，我去將你哋嘅意願轉達俾亞力士大人聽。咁然後就睇下你哋願唔願意接受我呢個方案啦。你接受我咪做咯，你唔接受嘅咁咪你喺度等咯。好，咁我哋翻去點樣理解呢句好呢？人との正しい付き合い方教えて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か。咁首先就係呢個手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か，就係不如等我嚟幫你啊，不如等我嚟嘟嘟啊。教えて就係教えます嘅贴形啦。咁你要連接呢個手差し上げましょうか呢，就一定要贴形嘅。咁就係話俾你知啊，教你啦咁啦。人との拆開嚟解好簡單啫，拖即係和啦，人即係人啦，其他人啦，の即係的啦。的咩呢？正しい正確嘅，付き合い相處啊，相交啊，方就係方法。咁所以成句就係不如等我教下你同其他人正確嘅相處方法啊。咁你一方面可以理解為佢好心，佢出於好意去幫人啦，但係我自己就會理解為有啲諷刺意味啦，就係你乜都唔識啊，等我幫下你啦，咁啦，明唔明白？明白嘅話，我哋下次見啦。